大家好，我係梁玉鳳。喺呢一度，我想首先多謝5396位最後決定支持我哋爭氣團隊嘅所有朋友。我哋希望4年後可以捲土重來，為大家繼續爭氣。公民監察今年係決定繼續以5人嘅名單就係參選今屆嘅立法會選舉㗎。咁所以我哋今次嘅參選呢，首先係為咗實踐翻我哋4年之前嘅承諾。澳門缺乏有效嘅公共行政制度同埋監督機制，係多數我哋今日面對緊嘅問題嘅根源嚟㗎。澳門要變得更加好呢，一定要由制度改革入手。而呢一個判斷呢，亦都係我哋4年之前決定參選嘅最重要原因，就係推動呢個制度嘅改革。4年之後，即係今日，既然問題依然存在，我覺得我哋冇唔參選嘅理由。咁為咗我哋下一代有一個更有願景同埋可以實現夢想嘅澳門環境，我決定以受託人嘅身份出嚟，直接支持林玉鳳團隊再戰立法會。咁我自己認識好多嘅年青人，其實佢哋都充滿住理想啦。咁但係就係可能喺大學畢業之後，佢哋見唔到係有一個嘅可以發揮嘅空間。咁所以都會令到佢哋好失望，亦都會覺得係冇咗佢將來嘅方向。我覺得喺而家呢個環境係唔能夠俾到下一代有太多嘅發揮空間，我覺得係有啲心痛嘅。One issue of priority from my point of view is what we do with our heritage and how do we protect it and how do we value it, how do we recognize the values.我哋嘅第4候選人呢，係張志邦先生，咁佢係視障權益促進會嘅理事長嚟㗎。佢最希望透過選舉帶到俾社會嘅訊息呢，就係希望澳門嘅社會福利制度同埋政策呢，可以得到改革，因為佢認為目前嘅制度同埋政策呢，有好多地方呢需要改變呢，先至可以令到本澳嘅殘障人士有更加好嘅生活㗎。我自己一路喺澳門呢經營咗10年呢個文化創意嘅事業嘅，我相信呢，以我嘅經驗同埋以我嘅理念，可以令到政府已經投入咗大量嘅資源咧，能夠更有效咁樣去運用，令到呢個行業發展得更加健康啦。同時為一啲年輕嘅藝文工作者創造機會。除咗舊嘅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嚴重之外咧，過去4年我哋都發現咗唔少新嘅問題。咁呢啲問題咧，我哋都相信要更加多人去關心，成為公共嘅議題咧，先至可以有希望得到解決㗎。但係其實過去嗰4年咧，我哋冇放棄㗎。可能我哋嘅曝光率冇之前咁高，但係我哋一路有透過唔同嘅方式、唔同嘅渠道持續咁樣發聲。咁所以我哋今次決定參選咧，係因為我哋相信任何改革咧都唔會一次成功，我哋要持續努力壯大自己。我哋相信澳門可以變得更加好，亦都應該變得更加好。咁所以我哋咧就係決定參選，因為我哋相信咧進入議會可以俾到我哋更加重要嘅工具，一齊改變澳門。